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放喺全球訪問率最高嘅搜尋器 Google、首頁、自然或者天使式？喺呢個時候，我哋教大家點樣用達標嘅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每分鐘上傳70幾個字，我哋要3天不如雞一天可以用。Google 搜索有200條，每年增加7條，網站增加570條，郵件服務發出2億封。我哋點樣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，讓我哋產品大氣為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。我哋今日測試一啲關鍵詞俾大家，呢啲關鍵詞都係我哋同客戶做嘅排位。全球排名第一嘅係我哋其中一個關聯產品 ，Google 係呢個產品嘅品牌。我哋喺27萬嘅數據裏首頁俾我哋發，唯一可惜嘅，我哋呢個行業太大，訪問嘅朋友唔多。但係喺呢個自然排位裏邊，喺首頁我哋發咗，我哋翻咗2年，同樣都係發咗8。第3個都係一樣，第4個頁面俾我哋發現，第5個頁面都係俾我哋發現。喺呢個情況，大大提升咗我哋呢個行業裏邊嘅知名度。同樣可以證明喺呢個行業嘅朋友或者要進入呢個行業嘅朋友，佢哋大部分睇緊嘅視頻都係由我哋提供嘅視頻，令到我哋喺呢個行業喺呢個工業裏邊嗰個知名度大大提升。大家都好多朋友都會認識我哋 Google 嘅呢個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喺全球嗰個知名度就越嚟越強。我哋喺嚟緊嘅5月20號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中小企如何面向市場，有零成本對全球市場推廣創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，大家亦可以向香港工業總會諮詢一下呢個手會嘅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嘅情況想進一步了解諮詢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聯繫一下。我哋係香港唯一一間教大家用嚟